是的，在藏传佛教的金刚乘里面，确实是经常，就是修持的时候，要求需要观想。观想是密法教学和尤其是修行的时候的一个要求。那对于一些刚刚接触这个密法的人来说，这个观想这个部分可能也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去观想，到底观想的是不是非常要清楚？如果自己观想的不清楚，是不是不如法开始心生怀疑就是有这种情况的。所以这个今天的题文里面就是有讲到说就是观修这种冥想的时候也就是修本尊修持任何这个佛菩萨的时候那个一个对境，也就是所修的这个菩萨的那佛像也好，都是不是要非常观想的非常清楚整个它的一些庄严装饰色彩是不是一定要观想的非常清楚的话呢，我觉得这有两种情况因为观想本身就是有两种一种是这个密法当中的这个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的这个修持的环节当中有一个观想的要求这个实际的观想要求是比较高的就是要非常清楚在升起次第当中的这个观想经常会要求三种要求藏文来讲就是萨旦达就是精进，萨就是明晰，旦就是稳固就是要有这么三个要求。所以呢就是确实是要非常清楚的，而且每一个细节都要观想。就像佛的话呢，有佛的这个相好庄严，这个32相80好每个都要观想清楚那讲到这里我们就是这个观想那有些刚刚接触密法的人觉得观想是很难，所以有这种疑惑的。所以就是如果是就刚刚接触金刚乘，对金刚乘有缘的，或者这个对密法有兴趣的人，那如果我们也许是他可能是今天是第一次参加一个法会的，在这个法会的现场上是就是公开跟大家说大家某一个阶段要观想某一个佛菩萨的，那个时候一听到观想要很清楚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点紧张或不知所措，就是这样。那因为我个人也遇到过类似这样的有这样反应的这个学生，所以其实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观想有很多层面的一个是意念的观想。意念的观想就是说在自己的意念当中铭记这个佛菩萨就是有这样的，比如说做七支供养的时候，本来不管是显教和密教一样，就是说在这个我们的意念当中，那就是观想佛菩萨在眼前虚空当中。你要相信，当你开始供养三宝的时候，就是三宝已经在你的眼前的虚空当中，无论是你有没有观想的清楚，就是从你的意念当中，就是能够意念起佛菩萨的这个基本的这个你觉得我们一般人都有一个佛菩萨是什么样的一个长相就是大概什么样的一个
概念啊，就是这个概念能够就是从你的内心当中产生这个意念，已经是一种观想啊，已经是一个观想。所以当你这个祈祷也好，发愿也好，回想也好，那个时候就是你需要一个意志的对劲嘛。这个意志的对劲就是你用心中的这个念头的意念来，然后就是佛菩萨啊，这个时候佛菩萨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节有没有清楚的观想，没有太大的关系啊，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个也有经论的根据的，因为这个当你意念就是你这个已经跟佛菩萨已经相应了，并不是有些你内心当中没有足够的信心和这个意念当中没有一个强烈的这种一个发系的时候，其实观想的清楚的也不一定有很大的这个作用，因为主要是你和佛菩萨，当你亲近佛菩萨的时候，这个关键是什么呢？你的内心就是要跟佛菩萨要相应啊。这其实是无论是密法和想法，还是关键点在你的内心的意念。所以忏悔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比如说当你这个要念这个35佛忏悔啊、积了愿文啊什么之类的时候，那就是在这个呢，这个汉传和藏传都有。所以呢，这个积了祈愿文也有宗喀巴大师写的，在这个汉文的这个大藏经里面也有这个积了祈愿文。那这个经常我们长眉仁波切的积了祈愿文的时候，一开始就是有一个所依对治力啊，这个所依对治力就是忏悔的4对治力的其中第一个。所以那个时候本身就是要一个念这个祈愿文的时候，就是要观想阿弥陀佛。但是这种观想呢，就是主要是在我们的意念当中啊，这个心里的这个意念的当下，我们就要相信佛菩萨的这个在就是平满虚空法界的这个佛菩萨在眼前的我们的虚空当中，而且和我们就是同一处的。这种观想呢，就如果没有特别细致的这个一个观想，一个和一些细节的要求，但是要强烈的意念和坚定不移的这个信心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强烈的意念和坚定不移的信心的话，观想再清楚也我刚刚说的一样，就是没有太大的这个用处。就像在我们这个现在的电脑的效果啊，有些做出来和那些设计出来的非常清楚，但这不等于是他的这个修行好。所以呢，主要是还是内心，主要的内心就是有时候外在的这些画面的清晰是可以用技术来就是完成，但是内在的心性那就是无法用任何的科学和技术替代的。这也是一个学佛的时候，为什么如果机器人修行和我们修行不一样的原因，也许是在这里的。所以就这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其实在这里。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有时候啊，你的观想啊有没有非常清楚，就不是最基本的最唯一的要求嘛。所以呢，这也是重要的。在这个修密法的时候，尤其是在到了你的一个密法修行的基础啊，到了一定的那个程度的时候，那就是要慢慢的特别也要练习这个观想，这个就是要慢慢的要训练的，一直要重复的去观想。比如说金刚萨埵啊，类似这种文武百尊啊、八大黑如嘎啊，是那种很复杂的一些观想，还是要一直不断的要练习。所以那个观想是就是也要这样的念，但是这个观想主要是这个有缘的对境，这个有对境的这种禅修。所以这个禅修本身它也是一种禅修啊，肯定是一个禅修。所以这个禅定本身就是有2种嘛，一个是有缘的禅定，一个是这种这个安住于内心的这个当下的这个看自心的一个禅定。所以如果我们是观想这个本尊的话呢，这个就是
这个我们这是一种禅，所以这个禅的对境呢，本身就是佛菩萨的。所以呢，其实观想呢，不单是对这个修密法本身的成就有帮助，本身它就是一种禅。所以就是本身也这个呢，我们如果有能力的话呢，肯定是要不断的要练习的。对于这个专注力的这个训练啊，对着调局混乱的这个强而有力的那种作用啊，这个作用就是我们就让我们的这个安住状态要维持很久啊，然后慢慢增长强大，那都是圆满身体彻底和圆满彻底，尤其是我们经常这个闭关的时候，这个要训练的一个禅啊。所以这种禅呢，就是它有另外一个用意是什么呢？我们一般的禅和这个身体彻底的禅是不一样的。这个密法观想呢，你外气的世界啊，这个净化为，然后就外气的世界观想为这个佛的坛城嘛，然后就是内心的众生，如果观想为这个佛菩萨的坛城，然后这种慢慢就是当然是有调整的，但是有慢慢这种观想已经如果成为了你的一个那种正常的这种平常的这种思维的一部分，然后慢慢呢，就是用这种的这个观想的意念能够来替代就是负面的情绪，然后就是这种观想，然后能够可能是就也净化我们的这个不清净的这个境界。这就是也是这个密法里面要特别强调观想的另一个原因嘛，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这种观想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观想也有这个密法里面也有这个特别的这个要求啊。但是如果你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个观想要求的法会，那今天呢就是突然间就是也参加了这个密法的观想，然后这个上师在当场跟大众要求这个要观想要清楚。其实这种时候我也刚刚强调过，就是你也不要很担心。比如说我们今天就是好像在舞台上一起跳舞唱歌的话，你是跟不上大家的一些动作，和那个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很丢脸就是就是有点跟不上的那种。其实我们第一个，你是参加法会的人，就不需要有这种过度的那个这个执着，就是这样的。因为你是第一次嘛，这是一种了解的一个过程，这是自然而然的，所以不清楚这个也不太清楚怎么观想。那就你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你就是拿着你的法本嘛，就是法本就是要这个，因为很多密法的仪轨里面其实有一些基本的这个观想的部分也讲得非常清楚，所以就是随文入观随文入观的这样的一个初学者的观想的模式。所以你就是如果你那个非常清楚的，然后就是念这个完整的这个仪轨的时候，慢慢你的这个思维里面就会产生一个不一样的，至少这个当下是你是某种程度上这个文字里面的这个内容和你的内心是一种怎么说，一个相应的一个状态，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叫做随文入观。随就是随系的随，文就是文字的文，入就是进入的入观就是观想的，就是随文入观这个随文入观这个来，然后就是自己一边，尤其是你自己在家里念一些这个功课的这个自己的功修的这个仪轨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不是为了念诵而念诵，主要是这个仪轨的这个本身的内容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怎么回事？所以呢，这个要念得非常清楚，而且每一个字句续念诵的时候，那就是你的内心安住于这个状态，也就是专注力不离开你念诵的内容。所以这个就是也是一种禅修，这也是一种观想，明白吗？所以呢，就是这个至少这个里面就是你提到观音，你
观音这个字，你内心也想起了观音，慈悲就是慈悲，然后就是说什么这个等等，就是每一个细节啊，就是要那这些呢，就是要随文入观啊，这个就是非常重要。这样的话呢，就是要慢慢的修，然后慢慢的成熟了这个效果。所以呢，就是开始的时候可能是觉得这个有点难，但是呢，就这个慢慢的这个清楚的观想也可以成为你的修行的一个目标啊。所以这个就是不需要就是特别的紧张啊。然后呢，就冥想的这个当中的这个佛想，在这个内心的一个聚集，而且冥想的时候，你在这个正式修密法的这个神奇彻底时候呢，本身就是除了清楚之外，那你一定要用这个明空不二的见地。这个明空不二的见地的部分呢，确实是有点难，但是呢，我刚刚讲的就是静，就是清净。清净就是无有任何无明和执着的一个状态，它就是在一个不离空性智慧的一种一个观想啊。这个观想的部分呢，我们就今天呢也就不需要讲太多，所以大概是这样的。因为它这个我们一般观想佛菩萨的时候，就是那就有一个明空不二的这个智慧的境界的时候，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累积二种质量，就是观想佛的这个境界本身就是一个负的质量，再加上呢，你就是有这个空性智慧的这个智慧的境界在一起的时候，那就是有智慧从智慧当中产生的一种现象。所以这不离无二智慧的这个就是这个那个智慧质量啊，就是智慧质量的。所以这种观想这个要求呢，就是跟一般的一个观想就不一样了，就完全成为圆满菩提的一个正道。这个就是也要有一些巧诀的这个要求啊。但是这个我们今天主要的问答的是很基本的，就是观想是怎么回事。那我也刚刚讲了，就是观想就是有两种啊，一个就是这个一年当中你就是完全要有对佛法对这个上师三宝，对你自己当时所修的这个内容要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那内心当中意念佛和菩萨，这是一种观想。另一个呢，完全是这个画面整个细者的部分要一步步的要观想清楚，这是第二步。然后这个观想的当下，更重要的就是你对这个上师三宝，你对所修的这个本尊佛菩萨的信心这种信心是最根本的、最关键的。所以就是这样的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比如说你这个念皈依的时候，虽然是我们要观想皈依经，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对佛菩萨，你对三宝要有信心这是根本的。所以我们讲皈依的时候，也皈依的根本是什么呢？并不是说是观想，而且说是信心。所以还是你有信心有坚定不移的这个信心的，任何修持都是非常有功德的。阿弥陀佛，这是对的。